恭喜他头痛，痛一下而已。好，要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最后一首歌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好。唱一个阿美族的很简单的歌曲。阿美族有一种唱法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领唱，其他人打唱。打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。这是人类学者说的。这是很简单的，不用害怕，宿命带着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但我们要有出草的心情。对，为了什么出场？为了唱歌，好，来，我当你唱哦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然后打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很简单哦，打唱只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，其中又有3个字一模一样。如果你还是不会唱的话，原住民也没办法救你了，懂吗？练习啊，很简单的，来吧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嗨耶呀哦耶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啊呜啊嗨呀哦耶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好听哎，哇，好听！没有在书店唱过歌哦，很嗨哦，后面的你看嗨，我在书店唱过歌哎。妈妈等下打电话问你去哪里？我刚刚在书店唱歌。要唱好不好？都要唱哦，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。要唱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起唱《石头歌》。
谢。